针对新的加价节性侵的犯人逃走，又过犯案，早起伫立法院到立委批评讲，这受刑人伫外口拍拍走要20天哦，才互警方领到。嘛，至于讲伫过程中无躯体，嘛无发布通知。你保外就医多久了？我请假到7月3号，有发传票给我。法警压制，依然是无得认错，犯强盗性侵案的新的加价受刑人江耀贤，最近核准保外就医，不过病情较好了后，无照规定等加价报道，搁再犯2件性侵案。加价看检方的监督管理，敢有失觉察，引起质疑。我们在6月9号就已经通报新竹地检，说有这样的逾期未归的一个受刑人。你什么时候通知警方？什么时候进行拘提跟通缉的日期？你这边手上现在有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就现在跟我说没有。这个还没有具体。虽然矫正署回应讲，拢是照法定的流程处理，不过立委批评讲，按6月初3，发现受刑人无等加价了后，到掠到人，将近20日，相关机关莫讲是发布通知，连这名躯体都无。这件事情责任追究需要多久？我们希望是在1个礼拜内。1个礼拜之内就责名单，谁要负责？是不是要该移送法办？另外，毛立委关心相关各类案件被害人甲家属伫个案审理的时阵，权利敢有得到保障？犯罪被害补偿金请求时效的问题，我们认为那个时效相对还是短的。那这部分当然我们要寻求共识。按未成年的被害人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，敢有超过申请的时候，被害人伫个法庭的质问权，甲对加害人的保外就医、期间监控辅助，拢是这届立法院质询的重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